来看高雄的霸品市场，对民国55年启用到今已经60年啊。那这建筑不是古凹古潮，更调龙走走出来，也因为台地所产生的噪音也个歹味，和边的住户一直抗议，希望这市场会当赶紧来迁走。当地里长也讲，这市场讲要迁已经讲20年啊，到今拢无叮当。那市政府是讲，因为这土地有产权的问题，甲高雄地区农会还阁伫咧协调。 在地下车出出入入，这是高雄霸品市场。自起好启用到今，已经要1架子啊！建物真侪所在更调拢已经看现现。外边用砖仔台围墙啊，嘛有几落柜拢已经倒去，换用考察板压起来。当地里面讲，物件小旧是小问题，因上届挡袂掉的是地下的惨叫声甲地塞味。因那边哦，迄风啊吹来时，都有一个味足臭。啊，平常时敢会听到讲会地下叽叽叫的声。会啊，足臭。 你无法度啦，这遐久啊！几年啊？哦，咁啊久啊！又迄10档了，讲要迁，迄无法度，迄无遐随便的啦。 霸品市场就伫咧三明区的湾仔里，过一条民族路都是在地知名的商场。周边建案一直起，但是湾仔里这边却因为霸品市场定伫咧遮，愈来愈无发展。里长表示，今年市府讲启动迁线计划，却因为土地产权问题拢无进展，到底要安怎做，爱互地方一个明确的方向。对此，农业局表示，土地问题目前也搁甲高雄地区农会咧协调当中。要诉讼，你嘛会当提出你个诉讼的公文，互阮看嘛，真正有咧拍官司。 啊，也是若无要看拍官司要转型，安尼嘛紧有一个计划出来，互咱遮附近的百姓有一个想法。目前规划朝现地转型与市场整并方式持续推动，因涉及土地的争议，农业局正与高雄地区农会尽力协调中。 因为土地问题也无法度解决，农业局表示，目前会甲环保局配合，针对控股噪音等问题持续稽查监控。那市场建物伤旧甲围墙外部分，也有要求霸品市场爱加强定期巡检，避免造成安全问题。记者柯家做邱朝阳高雄场报道。